书的对啊。咱学校这个上升正是呢，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名好甲歹啊，咱呢，因每一个人伫遐咧上头咧算命卜卦，为着讲吼看心情，当然来解答这些问题。所以伊问是讲咱运气好毋好，第二是讲咱的命，讲命底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。第三，是风水啦。第四是积德，积阴德会外读册，每件日常吼，这运气来讲3年1分啊，好歹照顾啦。虽然咱讲有时天光有时月光啦，每一个命都落因为咱的命是咱为谁所做来，咱袂使怨天尤人，袂使怨天，对着代志时，咱来虚心下承受，因为咱为谁做来这个因爱自己所结果，虽然讲菩萨行因万夫行果，因为菩萨伊知影这因，所以伊就去做这个因。但是凡夫呢，不了解这个因，当做了看才会体会，体会后的梦想，第7课，讲到这个课而且呢是苦，所以呢，咱讲人生呢有8大苦啦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呢10之8九啊，但是呢，吃苦唔对，咱师兄讲就讲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但是呢，真正愿意吃苦，确实呢会当苦中作乐的。这个非常的这个少非常的这个少。讲到苦的时候，是讲咱只要转个念，咱讲从吃苦到吃苦，苦尽呢就甘来，苦尽就该甘得来对啦。因为这个苦嘛是咱的心内这个原因，为人感觉苦，但是为人就无感觉苦。这是看咱个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认定而已，讲到这个，我这边乐，我们讲的乐，快乐，真是一衰这种呢就是快乐，精进过去的这种快乐嘛，对不对？那讲一分经营，一分的事业，苦尽甘来，确实是互人呢诚喜悦的这个代志人生有时讲这个苦，这个乐有时当然快乐的是，这个唔茫讲去这个，但是买一个物件，这个创造法币，摆地就是咱会当讲足快乐。尤其个上顶一间我睇下对这个做创造法币，中摊就1000万，中摊呀，你也对着安尼你以为是咱做的这个对，1000万，这是讲有迄个福报，有迄个好，就是咱。